主耶稣基督讲，伊就是活命的粮食。到耶稣遮来的人，心灵的确袂夭糕；相信耶稣的人，心灵永远袂脆焦。请收听活命的粮食。亲爱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《活命粮食》这单元。今日这单元呢，要甲咱来讨论一捌真教会。最近有一寡听众朋友在咧问啦，讲希信啊，为什么基督教有这么侪教派，这么侪教会的名称？这是为什么呢？现在希信来向咱听众朋友来说明，互咱听众朋友会当来入捌主耶稣所设立的真教会，才着安尼来领受伊丰盛的救恩。一般人伫咧谈到着讲这个教会就会去想着讲信耶稣的人，因为教会是信耶稣的人定定聚集敬拜的所在，也指着信耶稣的人组成的宗教团体啦。信耶稣的人，咱又定定称因做基督徒。基督徒是相信基督耶稣的人。那呢，耶稣甲基督又佫有啥物关系呢？耶稣是天顶这位真神的性命。咱人类救主的性命，所以咱也定定称主耶稣做救主耶稣啦。那安尼，基督呢？基督是希腊语，有这个受膏者意思。什么种人是受膏者呢？以前真神的百姓以色列人，有真神所立的君王治理因，也有真神选立的先知来传达神的命令，来领导百姓来敬拜真神。如果有神所选立的祭司来替百姓献祭，以便呢来求神赦免百姓的罪，或者是向神来表达感恩感谢。真神选立这个君王、先知甲祭司的时阵，爱用着这个橄榄油膏伫伊的头壳顶，正式来立因做君王、先知或者是祭司，因拢可称作是受膏者啦。主要说来到这个世界，是为了传天国福音。传达神的话语，甲神的命令，来领导咱敬拜真神，所以伊是先知。主耶稣也是咱教会这个属灵国度的君王，伊治理咱属天国百姓的信徒，所以伊也称作君王。主耶稣为着救赎咱，替咱献上了家己，也死伫这个十字架顶来替咱赎罪，所以伊也是祭司。这位受膏者呢，不是普通的受膏者，所以真神用着圣灵来膏伊身兼数职的受膏者的基督。因为安尼，圣经定定称伊做基督耶稣，或者是耶稣基督。对答，咱就知影讲耶稣是伊的姓名，基督是伊的职称啦。咱一般人伫咧谈到这个教会时阵呢，也定定联想着讲，这个世界上有真侪无共款的教派。像讲天主教啦、长老教会啦、浸信会啦、安息日会等等，还佫有咱这个真耶稣教会。为什么呢？有这么侪无共款的这个教派教会呢？这是因为安尼啦伫1900多年前，主要所有温度伫咧传福音的时阵呢，世界上呢只有一种教会，当这是信耶稣的人，拢是属于同一个教会。可是呢，后来主耶稣的门徒拢离开这个世间，教会内面有这个魔鬼破坏工作，和真侪人所传的这个道理，拢偏离了主耶稣甲伊门徒所传的道理，所以传甲圣经无共款的道理啦。伫西元1517年呢，马丁路德的这个宗教改革了后呢，成做新教。后来因为彼此之间对这个圣经顶面比较较重要的道理解释无共款。因就因为安尼煞来分开，另外个设立无共款的教派的教会，因为安尼无共款的教派愈分就愈来愈侪咯。和现在咧信耶稣的人就必须爱先选择教会。咱应当爱安那来选择一个真正属于主耶稣的真教会呢？咱应当安那来选择一个真正当引导咱得救进入天国教会呢？有一寡人讲讲人若得救是靠着主耶稣的救恩，毋是靠着教会。
主耶稣才会当互人得救，教会袂当互人得救。所以无论是啥物教会吼，只要是信耶稣，伊就会当得救。这种错误观念吼，一般教会吼，会当讲是足普遍的。伊是要根据着这个圣经吼，来甲咱讨论，为什么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呢？也要互咱知影讲，安怎去选择会当引导咱得救进入天国的教会，才着安尼也互咱会当搁进一步来入捌真教会啦。进入圣经哥罗西书第1章24节记着讲啦，讲现在吼，我为恁受苦，反倒转来感觉欢喜，并且为着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。这一节经文伫咧甲咱讲啦，讲教会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，基督指着主耶稣，所以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躯。以弗所书第5章23节内面嘛记载讲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亲像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伊阁是教会全体救主。对这一节甲头前所引的这个经文呢，咱就会当知影讲，主耶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伊的身躯。现在呢，一般人拢称这个信耶稣人常常咧组织敬拜的这个会堂做教会。但是圣经顶面咧讲，这个教会吼是指着信耶稣人所组成的这个宗教团体啦。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，毋是指着这个会堂、这个俗物、这个建筑物，乃是指着基督徒所组成这个宗教团体啦。头前咱嘛讲到讲，现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有真侪无共款的这个教派教会，这个无共款教派这个教会吼。敢拢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嘛？带一种教会才是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真教会呢？主耶稣的身体的真教会呢，必须爱具备3个条件啦。这第一条件是主耶稣的身体的真教会必须爱有主耶稣的灵，就是这个圣灵啦。第二个条件是主耶稣的身体的真教会呢，必须讲耶稣的话。就是爱传主耶稣所传的道理，主耶稣所传的道理呢，拢记伫圣经顶面。第三个条件是，主耶稣的身体真教会呢，必须爱有主耶稣的能力，会当行新约技术，证明有主耶稣的能力，有主耶稣的同在。若是具备了这3个条件的这个教会呢，才是主耶稣的身躯啦，才当配得成做主耶稣的身躯的真教会，这种教会才会当互人得救的真教会。咱看卖，现在这世界上带一个教派的教会，具备了这3个条件呢，咱会当去甲思考一下。咱这真耶稣教会敢已经具备了这3个条件嘛？彼先来详细来说明，本会是毋是已经具备了这3个基督身躯的条件，互咱会当借着安尼清楚来认捌真教会。第一个条件，主耶稣的身体的真教会呢，必须爱有耶稣的圣灵。这就敢像讲，咱人的身躯呢，必须爱有咱的灵魂。假使呢，咱的身体无咱的灵魂带伫内面，敢会当算作是咱的身体吗？假使讲有一天，咱的灵魂离开了咱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呢，敢还阁有生命吗？若是讲无灵魂的身体，敢会当活无？无灵魂的身体，咱讲敢毋是成做一个尸体吗？这个真教会既然是主耶稣的身体，真教会吼，就必须爱有主耶稣的圣灵啦。主耶稣的圣灵，也就是真神的灵，也称作基督的灵。伫以弗所书第1章23节内面记着讲，教会是伊的身体，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这在经文内面就咧讲到讲，这个伊是指着耶稣，迄个充满万有者吼是指着神的灵啦，也就是讲指着主耶稣的灵。对这一节经文，咱就可以清楚知影，真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，所以教会内面充满着主耶稣的圣灵。这圣灵呢，也是迄个充满万有的真神的灵。真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伊的灵吼，咱称作圣灵。因为安尼，基督的灵、耶稣的灵，拢通好称作是圣灵。
咱真耶稣教会有圣灵同在，咱的信徒呢用心祈求圣灵，就得到圣灵。对当咱就知影讲，真耶稣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真教会。一般教会也认为讲，因也有圣灵，因拢认为讲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伫因相信耶稣，来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阵呢，因就已经领受了圣灵了。因嘛引用这个圣经来证明因的主张啦。其实原来因是误解了这段经文。因所引用这个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，这节记着讲，我甲恁讲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无讲耶稣是可救主的；若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无会当讲耶稣是主的。因拢唔敢讲耶稣是可救主的，因也拢讲耶稣是因的救主。可见呢，因嘛已经领受了圣灵了。咱假使讲用心伫咧研读这节的经文，咱就通知影讲，这里面所讲的，并不是讲到讲领受圣灵这项代志，这只是讲圣灵感动的代志。圣灵感动甲领受圣灵是无共款的两件代志。一个是已经领受圣灵的人，一定有圣灵感动；但是有圣灵感动的人无拢是一定已经领受圣灵咯。常常呢，有人来劝咱去教会去听道理，但是呢，咱若是讲无想要去咱就随便找一个理由，甲讲咱无时间啦，就甲伊提示。所以，咱假使讲有一天愿意来教会听道理，想要来明白教会内面所传的是啥物种的道理，那安尼是已经有圣灵感动咯。来到教会听道理时阵，会当明白所听的道理，这也是圣灵感动。圣经顶面的道理会当讲是真奥妙啦所以同款的道理，有学问的人无一定讲会当听捌，无受过真济教育人，反倒当来会当听捌。所以假使无圣灵感动，是无容易来明白这个道理的啦。有一寡人虽然讲听道理了后，伊明白这个道理，伊阁知影讲这个道理真好，但是伊一直拢无想要来相信，也无想要来接受这个洗礼，成做教会内面的信者。对当咱就知影讲，明白道理甲相信耶稣来接受洗礼，这是无共款的两种代志。当然啦，一个人假使无明白道理的时阵，袂当有信心来相信耶稣。但是明白了道理的人呢，也无一定讲有信心来接受这个信仰。也捌有一寡人来教会听道理，明白了这个道理，知影讲这道理真好，所以伊介绍伊的亲戚朋友来听这个道理，来相信耶稣。但是因呢，却家己无愿意来相信耶稣，来接受这个救恩。对咱就当知影讲，一个人会当有信心来相信耶稣，愿意来接受洗礼，成做一个信徒，也必须要有圣灵感动。可见呢，领受圣灵这件代志，甲圣灵感动这当讲是无共款的两件代志啦。伫这个圣经使徒行第8章14节嘛咧记载讲，使徒伫耶路撒冷听见着这个撒玛利亚人来领受了神的道，因就启发着使徒彼得甲约翰对因遐去。因两个人到了迄个所在就为因来祈祷呢，要互因来受这个圣灵。因为当这时这个圣灵还佫无降伫因一个人的身上，因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大安尼使徒就按手伫头壳顶呢，因就受了圣灵。咱一般教会人所主张就讲，一个人相信耶稣来接受耶稣成做救主的时阵呢，就已经领受了圣灵咯。但是当这时的这撒玛利亚人，不但已经相信耶稣，也已经接受了洗礼咯。为什么无一个人领受圣灵呢？一直要等到着这使徒来为因祈祷了后，才受了圣灵呢？当这时的人呢，要听耶稣的道理讲起来真困难，因为啥？有犹太人的逼迫，也有罗马政府的逼迫，所以有一寡信徒因着信耶稣，可能掠去鞭打；有一寡人互人掠去监牢内面，也有一寡人呢，甚至互人杀害。对咱就知讲，当这时假使讲若无圣灵的感动
绝对唔敢去听道理的，也唔敢来相信耶稣。遐个撒玛利亚人因勇敢来听道理，也当来明白所听的道理，伊个有信心，唔惊逼迫，勇敢来接受赦罪洗礼。这拢是因为因受了圣灵的感动，但是因拢未受圣灵呢，伊就爱等到这个使徒因来为因按手祷告，来祈求这个圣灵，因才得到圣灵。所以对这项代志的事实，咱就通够知影讲，一般教会所主张会当入捌耶稣做主的人，拢已经领受了圣灵。其实这种的主张这种的观念是无正确的，是错误的。使徒为什么会当判断当这时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信徒未领受圣灵呢？使徒伊佫凭着什么来断定讲，因接受了按手祷告了后所得到了圣灵呢？这是因为受圣灵的时阵，家己会当感觉到，别人呢也会当看得出来，也听得出来。伫这个使徒行传第10章44节1到48节里面记载讲，彼得搁咧讲话时阵呢，圣灵降伫一切听道理的人的身上。遐个冯甲勒甲彼得做伙来信徒，因为看见到圣灵的因素也压灌伫外邦人的身上，就稀奇，因为听见因讲方言，俄罗神做大。当然彼得讲啦，讲这人既然受了圣灵，甲咱同款，什么人会当禁止用水甲因施洗呢？这段圣经内面所记载是使徒时代主要所文道彼得呢，伫哥尼流厝内面伫咧讲道时阵所发生的真实的代志。当这时彼得因安怎知影讲这听道理人受圣灵呢？这是因为彼得因听见遐个听众讲方言，这个方言是指着受圣灵的人甲神直接伫咧讲话啦，是咱听捌的话，也称作灵言。彼得因听见听道理这个人伫咧讲灵言，所以判断听众因已经受了圣灵。彼得又搁讲啦，因受圣灵甲咱同款，对咱就知影，当这时这个使徒呢，因是用因家己所受这圣灵的体验来成做判断受圣灵的标准啦。后来呢，这彼得等到这耶路撒冷来报告这项代志时阵，因搁再出来强调，这听众受圣灵的情形，甲咱当初时受圣灵的时阵同款。彼得就咧讲，是啥物情况同款呢？就是受圣灵的时阵开始讲方言的情况同款。方言又称作是灵言，有的圣经译本译作是光字头伫咧讲话。因为方言这个希腊字本来意思来讲字头音的意思啦。现在咱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受圣灵的情形，甲彼得因受圣灵的境况同款，就是甲圣经内面所记载完全同款，会讲方言。亲像安尼啦，有耶稣基督的圣灵同在教会，才是基督耶稣的身躯啦，才当称作是真教会。若无圣灵的教会呢，伊敢会当算作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嘛？伊敢会当称作是真教会嘛？咱安尼甲对照，去甲伊了解，去查考呢，咱就当了解讲，这是无可能的啦。伫这个罗马书第8章第9节内面嘛，安尼记载啦，安尼讲，假使神的灵住伫恁内面，恁就无属肉体咯，乃是属圣灵。人若无基督的灵，就毋是属基督的。这内面讲较足清楚的。信徒假使讲无基督耶稣的灵，就无属基督耶稣咯。教会假使讲无基督耶稣的圣灵同在，伊敢会当称做基督耶稣的身躯的真教会嘛？这是无可能的，这也是未当的。咱亲爱听众朋友，假使你想要相信耶稣，咱就必须爱选择一个有圣灵同在教会。这信徒祷告的时阵会当讲灵言的这个教会。因为这种教会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真教会。本会呢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是会当来引导咱，来互咱得救进天国真教会。愿主耶稣基督会当帮助大家，拢会当来勇敢来踏出第一步，去到恁兜附近这真耶稣教会去听本会所根据着圣经所传的真道，得救福音，也会当来虚心
跪伫主耶稣基督面前来祈祷。祈祷时阵呢，就爱讲奉主耶稣圣名祈祷，然后才重复来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，也通好来向主耶稣祈祷，来求圣灵讲，求主耶稣你赏赐我圣灵。若是讲需要主耶稣来医治你的病的时阵，你也通好来向主耶稣来祈祷，来祈求，来迫切祈祷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来赐福气予你，来垂听你的祈祷，来赏赐你所祈求的。更加重要的，也就是讲求神呢，互恁会当来明白真道，来认捌这个真教会，将来会当做伙来享受永远福气。今日活命的牛心呢，就甲咱来分享到这，求神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因为认捌主耶稣的真理，来相信主耶稣的救恩，互咱的心灵呢永远袂摇误，心灵永远袂脆打。感谢你收听。